最可悲嘅係，我哋嗌咗20幾年，我哋會蒙福聖萬民呢啲口號，不停嘅按手祝福、搖旗吶喊去宣告，嗰啲所謂嘅成功同埋富足，根本就係一層糖衣陷阱，就係成為咗一個淨係識得聽話、乖乖咁樣奉獻時間、奉獻金錢嘅一個工具人，一次過將大家唔知道、唔想知道同埋扮唔知道嘅事，就擺喺台面上邊，就擺喺陽光底下，我哋就係要好大聲話俾你聽，錯嘅係你哋。Hello， 大家好，我係 Esther。呢條頻道係我嘅信仰反思記錄。過去我拆解咗好多邪教洗腦嘅招數。今時今日，我會再開一個新嘅系列，希望同大家分享我點樣將呢啲嘅反思落實喺我嘅生活裏邊。我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踏實又有力量嘅信徒。如果你睇完我嘅影片好有共鳴，麻煩大家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我嘅 channel， 並且撳呢個鐘仔，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嘅影片通知。多謝晒。Hello， 大家好，我係 Esther。好耐冇見，有一段嘅時間我已經好耐冇拍片啦。主要嘅原因係因為喺過去嘅影片裏邊，咁我就嘗試用情緒勒索、精神操控、邪教、異端等等嘅角度去切入，去梳理翻我自己過去20幾年嘅信仰生活啦，要去解釋翻好多我之前冇辦法理解嘅現象。咁其實咧喺呢啲嘅過程裏邊咧，係收到好多朋友嘅關心。最令人擔心嘅就係驚我帶住一個報復嘅心理，不停嘅去翻個傷口，好似翻唔到轉頭咁樣。咁但係其實我自己知道呢個過程係唔會沒完沒了嘅。呢一啲嘅記錄，呢啲嘅整理咧，唔係一個純粹舔傷口嘅過程。咁喺嗰個階段之後咧，我又開始諗一啲新嘅方向啦。例如可唔可以去揾一啲人去傾下偈、訪問啦咁。但係喺揾嘉賓嘅過程裏邊咧，其實有好多嘅困難嘅，因為本來我哋呢啲議題已經係非常之小眾、好邊緣化。好難去引起一啲廣泛嘅關注，所以有類似經歷又願意公開分享嘅人咧，其實係少之又少。加上有好多人都有唔同嘅原因冇辦法出鏡啦，咁呢個我都係好諒解嘅。仲有一啲情況咧，就係喺我嘅判斷之下咧，我覺得唔適合出鏡嘅。喺咁多嘅原因之下咧，我發現呢條路好似暫時行唔通咯，於是我就決定暫停，因為我哋唔中意為咗做而做。我嘅 Facebook 都分享過嘅，我唔會永遠都停嘅。如果有一日有啲嘢我又想講咯，我又覺得有需要講咯，咁我就會再翻出嚟拍片嘅。咁因為之前喺邪教嘅群體裏邊，其實有好多嘢我哋係扭曲啊，係好荒謬噶嘛。離開咗之後呢幾年咧，我哋好努力去學做一個正常人咯。咁於是咧我就覺得，咦？係時候我可以重開一個新嘅系列，同大家傾下過去嘅日子用咗咁多時間去反思。咁呢啲反思喺我嘅生活裏邊產生咗啲咩變化呢？有啲咩實際作用呢？我係點樣去應用翻出嚟嘅？咁喺過去嘅日子裏邊咧，有一種好根深蒂固嘅觀念，就係咧外邊嘅世界係好冷酷、係殘忍、係對人充滿壓榨嘅。所以翻到教會咧，我哋就要學點樣去用愛去溫暖呢個世界啦。咁呢種對世界充滿憐憫同關懷嘅精神同埋態度咧，我覺得係人類倫理嘅基石嚟嘅，係好重要嘅。所以我到今日仍然非常之認同，並且願意一路去持守去學習嘅。咁但係當呢一套愛嘅理論摻雜咗情緒勒索同埋精神操控之後咧，一切都變咗質啦。所以無論你嘅道理講得再好聽，你嘅故事包裝得再美好，嘅結果都係會扭曲。呢套愛嘅理論被偷偷地轉移咗概念，教會好似不停潛移默化去教緊我哋，愛係你要無條件去接納所有唔合理嘅事。一旦你 say no 或者提出有問題，你覺得唔能夠接受嘅話，錯嘅一定係你。呢種邏輯最可怕嘅地方就係要你徹底放棄咗你嘅常識、你嘅底線、你嘅理性思維。呢種嘅愛唔單止唔能夠幫助到人，而且咧佢係會將人拱去一個不停消耗同埋令人萎縮嘅一個局面嘅。呢個正正就係喺精神操控裏邊最經典嘅一個招數，不斷用越嚟越無理嘅指令逼你去做一啲服從性嘅測試，讓被操控嘅人咧放棄思考，令到佢哋對呢啲反人性嘅行為徹底失去咗一個反抗嘅能力同埋勇氣。仲有一個好致命嘅後遺症，亦都係我自己呢幾年用最多時間去排毒嘅一個地方，就係即使你離開咗啦，冇人操控你啦，但係你都會繼續去無休止嘅自我鞭策，你仍然會不停喺度問：我係咪唔夠愛神呢？我係咪唔夠愛人呢？當一個人越認真嘅時候，你係會對自己要求越嚟越高，你係會越嚟越深陷喺呢一種無止境消耗嘅一個泥潭裏邊。講到呢個時候咧，我就諗起其實喺我大學嘅階段，咁我回想咧，其實已經有相當明顯嘅操控痕跡。但因為嗰陣時年紀細，我根本就分辨唔到啊，所以我成日話
如果早10年、早15年有一個好似我咁嘅人企出嚟咁具體嘅去分享呢啲心路歷程、呢啲經驗俾我聽，我可以多一個聲音去參考嘅話呢，我可能真係唔會用咁長時間喺嗰度受咁大嘅傷害，先至會有呢一份嘅覺醒。咁咧喺我大學嘅時候呢，我就好用心咁，好想喺教會成立一隊舞蹈隊啦。我成立嘅初心咧，就唔係話好想為教會增加一個興趣班，跟住去吸引唔同嘅人嚟跳舞。我嘅原意唔係咁樣嘅，我係好想培訓一隊有技術並且咧能夠透過訓練嘅過程去塑造生命嘅一個團隊嘅。咁我成日喺度諗，如果我身邊嘅同學或者大學嘅 dance 嘅嗰啲朋友仔，如果佢哋純粹為咗型、為咗靚，都肯咁俾心機去練習、去排舞嘅話，咁如果係一個服侍嘅團隊，我哋個要求係咪應該更高呢？咁所以當時咧，我對於我嘅隊員好容易會遲到啊、早退啊、缺席啊，甚至乎用一啲理由係因為要幫朋友慶祝生日而缺席訓練咧，我係冇辦法接受嘅。久而久之，我嗰啲妹妹可能翻去同家長啊，或者同教會嘅人啊，佢有少少訴苦啦嚇，覺得點解我咁嚴格啊？點解我咁不近人情嘅時候咧，最後最諷刺嘅係俾人話嘅都係我咯。咁當時我喺呢種嘅意識形態之下咧，唯有去不停去反問自己，係咪我太過完美主義呢？我咁想做一件事，係咪為咗我自己面子呢？我係咪唔應該用自己嗰套硬加喺別人身上呢？今時今日呢個邪教仍然有好多大型嘅舞台製作，如果你有去睇過，你應該會覺得哇，都唔係啊，好專業啊，都好好睇啊。但係我可以話，所有跳得專業嘅全部都係外援，係人哋嘥咗好多嘅時間心力，有呢一身嘅功夫。但係我睇翻喺呢度零開始跳舞嘅人，公平啲講，唔好講話一啲稍有難度嘅跳躍轉身動作，而係我哋要講翻對音樂節奏感嘅掌握，對呼吸嘅應用，對一啲力量型嘅定位。你會見到佢10年前係咁，今日仍然係咁，一啲都冇下過苦功，基本功冇紮實過。另外仲有好多好實際、好可悲嘅例子，你會明顯見到呢20幾年嚟，我哋嘅年青人大學嘅入學率係越嚟越低。喺我哋嗰個年代咧，大學生已經係最多噶啦。你會見到情況係每況愈下。最可悲嘅係，我哋嗌咗20幾年，我哋會蒙福聖萬民呢啲口號，不停嘅按手祝福、搖旗吶喊去宣告。但係我都唔好話冇孕育到一班能夠改變世界嘅精英，好多全職同工下一代。喺成個咁封閉嘅教會底下，根本冇為到佢哋解決問題，冇為佢哋尋求到出路，反而令到佢哋生命係越嚟越凋謝。我諗翻我大學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朋友，我哋一齊喺教會裏邊都好熱心、好積極。咁但係咧後尾佢已經離開咗好多年。但咁多年過後咧，我同佢仍然能夠坐低傾偈，我哋仍然能夠係好朋友啦。有好幾次同事都好感慨，佢話啱啱入大學嘅時候，我哋嘅導師都幾強烈嘅反對佢去住 hall 呢件事嘅，因為會覺得住 hall 會令到你係分心啊，或者可能會有啲好混亂嘅男女關係啊，咁所以就用種種嘅原因阻止咗佢住 hall 啦。咁佢哋而且確好聽話咁樣冇住 hall 啦。咁但係咁多年過後咧，佢同我講翻，當年真係一個好錯誤嘅決定，因為你住 hall 嘅時候，你所建立嘅嗰啲嘅關係、嗰啲嘅情分咧，係對你日後嘅事業好多嘅人際網絡係一個好重要嘅資源。而佢嘅先生咧就係咁樣啦。到今時今日，佢先生喺生意上邊好多嘅夥伴咧，都係喺住 hall 嘅時候建立翻嚟嘅關係。佢話所以回望教會嘅生活係冇辦法令到我哋生命可以綻放咯。佢比我提早咗好多時間離開。今時今日無論喺佢嘅婚姻生活啦，或者喺佢嘅事業咧，其實都有一種好美滿嘅結果。我哋喺年輕嘅時候，教會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類似咩升級課程啊，或者教我哋點樣預備進入職場啊。佢今時今日以一個職場高管或者老闆嘅角度去回望翻呢啲課程，其實佢話係真係乜嘢都學唔到，完全冇乾貨教到俾我哋。嗰啲所謂嘅成功同埋富足根本就係一層糖衣陷阱，就係成為咗一個淨係識得聽話、乖乖咁樣奉獻時間、奉獻金錢嘅一個工具人。咁喺呢幾年嘅時間裏邊咧，我哋真係用咗好多心力去排毒，去剔除咗我哋生命裏邊呢種邪教式嘅內耗。喺日常生活裏邊，我慳咗好多嘅時間，我終於可以靜心落嚟去睇書。我發現人真係唔可以唔閱讀，透過閱讀我可以獲得咗好多嘅答案，我可以獲取好多嘅資訊，我建立咗一個好深嘅確信。今時今日 Esther 你已經係一個成熟獨立嘅大人，你有好多正確嘅理解同埋判斷。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去話俾大家聽我點樣慢慢成為一個正常人嘅。咁喺前嗰排咧，我哋就喺內地租車啦，喺路上邊
架車就出問題啦，撻唔着，我就要打翻去俾租車嘅負責人，希望佢過嚟幫我啦，或者提供一啲實際嘅援助啦。咁但係我打俾佢嘅時候咧，佢嘅態度非常之惡劣，並且咧3番4次拒絕溝通，甚至 cut 我線。咁同佢溝通唔到之後咧，我唯有咧向嗰個租車平台嗰度求助啦。而喺呢個過程裏邊，平台亦都對嗰個租車公司作出咗一個好嚴厲嘅懲罰，對方就一路喺度抵賴同埋抗拒啦。咁來來回回就浪費咗好多時間。最後平台裁定咗租車公司係有問題嘅，要賠償翻俾我哋嘅。但係咧佢就話我哋刮花咗佢架車，所以咧喺賠償嗰個費用裏邊要扣翻嗰啲錢。當我聽到佢最後仲要咁無賴嘅時候咧，我同個平台講：你幫我話俾佢聽，我大把錢同佢打官司，如果佢要追討我刮花佢架車嘅錢，咁我就會出律師信，唔單止追討佢架車有問題喺路上面產生嘅意外對我造成嘅心理壓力，並且喺呢2-3個禮拜嘅糾纏裏邊對我嘅工作對我身心產生咗好大嘅影響，我要追討埋精神損失費。我話同平台講，你一定要強調我大把錢同埋大把時間同佢打官司。當我咁樣講完之後，平台轉述完俾佢聽之後，佢從此銷聲匿跡，並且我應得嘅我都攞得翻啦。喺呢件事之後，我悟出咗一個非常重要嘅邏輯，我會稱之為叫做馴獸師法則。一個專業嘅馴獸師，佢永遠唔會喺野獸發狂失控嘅時候咧，去嘗試感化佢，去教育佢，或者同佢講道理。因為喺嗰個情況之下，所有嘅愛包容都係會被視為好軟弱嘅行為，只會換嚟更嚴重嘅反撲。所以一個馴獸師會喺嗰個情況之下，會用一個好清晰嘅指令，並且一個不可撼動嘅姿態去話俾對方聽，你呢個行為係唔能夠被接受。直至嗰隻野獸冷靜咗落嚟啦，恢復咗基本嘅理智嘅時候，先至會再嘗試去慢慢溝通、去教育，或者咧去俾翻啲甜頭佢。面對嗰個咁無賴嘅車行老闆，我嗰句話，我大把錢同你打官司，就係一個好冷靜並且堅定嘅制止行為。我唔係喺度發脾氣，亦都唔係喺度炫耀緊我幾有錢。事實上，我根本就冇嗰個金錢同埋時間心力去同佢打官司。不過我係用緊一個佢能夠聽得明嘅語言去話俾佢聽，呢度係一條底線，你唔可以踩過嚟。事後我再去深思成件事，我就反思翻，其實喺我哋信仰生活裏邊，當別人情緒失控嘅時候，我哋動不動咧就用聽憑主怒啦，覺得哎呀我唔理啦，我交俾神啦。對於別人嘅情緒同埋無理，我採取一個迴避嘅態度，又或者咧用一個大愛嘅態度，就係我用愛去感化佢。但係個現實係，首要嘅責任我哋唔係去教育佢，亦都唔係去啞忍，而係先做一個正確嘅回應。你首先要讓對方知道佢嘅行為係有代價，就好似我哋喺2022年決心離開嗰個邪教啦，咁然後就被中傷，我哋喺出邊自己搞教會亂咁收奉獻呢件事，於是我哋就做咗個決定，你哋喺暗中議論嘅，我哋就公開去回應你，唔使你喺下邊以訛傳訛講是非，一次過將大家唔知道、唔想知道同埋扮唔知道嘅事就擺喺台面上邊，就擺喺陽光底下，同每一個傷害我哋嘅人講，我哋唔再容許你喺我哋生命裏邊隨便指指點點，我哋就係要好大聲話俾你聽，錯嘅係你哋。我哋好唔容易行到今時今日啦，所以而家嘅我哋會覺得，如果我哋有能力去制止，卻唔去制止，就不停用聽憑主怒呢4個字嘅話咧，我覺得簡直係難聽過粗口。因為不停讓人去逃避責任啦，合理化一啲軟弱，就係太多信徒懶得去用腦，又好甘心嘅被操控，於是咧就用啲咁屬靈、咁漂亮、咁冠冕堂皇嘅經文去自我麻痹，唔單止喺度傷害緊自己，而係將呢份委曲求全，好似病毒一樣咧，不斷蔓延開去。最後咧，我哋冇辦法做到自己理想中嗰種用愛去改變世界，反而令到我哋嘅群體咧變得一盤散沙，又是非不分啦，又麻木不仁啦。最可惡嘅就係助長咗惡人嘅氣焰，令到佢哋繼續去行惡。當然，我哋未必每次都會有機會去對每一個野蠻嘅人進行一個後續嘅教育，所以我認為其實喺冷靜制止完，又保護好自己之後，好多嘅事應該去讓佢結束，就係一個正常人應該有嘅反應。因為我哋冇責任要去拯救每一個失控嘅靈魂，我哋更加冇義務要去糾正每一個錯誤嘅邏輯。話說回頭，如果一個會發脾氣、一個會保護自己、一個會據理力爭並且會制止惡事嘅人係一個罪人嘅話咧，咁我就自甘墮落。我真係寧願做一個罪人，我都唔想成為一個良知被閹割咗、麻木唔用腦嘅一個聖人。咁好啦，今集咧我就講到咁多先啦。其實陸陸續續我都喺度準備緊唔同嘅故事，希望可以組織出嚟繼續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